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1月25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香港自从反送中运动开始到今，昨头一摆举办选举，民主派摕到393席，赢了真10庄。民进党公布要推动反渗透法，任何人拢袂当去接受敌对的势力赞助影响选举，若无就会判到5档的有期徒。有幼囡仔去看眼科。 点到内底有包含类固醇的目睭药连续2档，因为拢无带去追踪，佫甲险险失明。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香港自从反送中的运动到今，昨头一摆举办选举，虽然是地方级的区议会那尔，不过嘛接甲294万的选民出来投票，总投票率抢甲71%，普遍得全世界拢认定讲，这就是香港人伫咧表明态度的一款公民投票。 支持反送中的民主派，甲一寡无党无派候选人合起来，伫咧拢总452席的中间，摕到393席，赢了是真10庄。大家拍扑啊，欢喜甲大声喝休，反民主派的支持者欢欢喜喜来迎接胜利。香港24举办区议会投票，这是反送中运动发生5个月以来，因第一届用选票来表态。 投票伫咧昨暗10点半来结束，经过12点钟的开票了后，到今仔日早起11点，泛民主派甲其他无党派人士，伫452个席位当中，摕到393席，毋若超过一半，更远远超过建制派的58席，是赢甲真水快。其中选情本来真紧张的香港民电召集人nghiêm祖杰，用3283票赢过对手吴武汉的2443票。而呢一場嘅運動裏邊勝出嘅係因為呢一個運動嘅大氣候。 令到呢一次嘅投票變成一個全民嘅公投，所以今次係香港人嘅勝利，而唔係我嘅勝利。嚴祖嘅表示，選舉結果反映出民意，要求香港政府回應5大訴求，而且愛香港警察戒毒封鎖理工大學。另外，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所填嘅民主派林浩波，話拍敗對手建制派陳家培，卻當作是民主派支票式嘅勝利。 They are not happy with how they deal with the protests so far,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5 months, and police brutality is actually over the top. 同款是互人真注意的是，捌去互外界翕到甲元朗攻击民眾的被3人握手的建制派何君堯，去向兵劈啊，輸互對手羅俊宇。我哋落區區嘅街坊，對於何君堯本身嘅政治取向同埋佢嘅人品、佢嘅行為一個清晰嘅否定。 毋過何君堯說佇咧人面冊面頂表示，選舉無正常，結果嘛異常。顛倒個感謝反對嘅民眾，KK 來恭喜伊落選。這場區議會選舉有294萬嘅選民來投票，投票率要達71.2%，比頂一屆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是提懸24%。投票嘅人數加碼150萬人，這嘛是最近5屆區議會選舉以來上懸嘅。 雖講敢若是地方選舉，毋過根據香港基本法，地首選委會1200席當中，有117席是民選區嘅議員互相選出來嘅。這場選舉嘅結果，泛民主派已經確定會當摕到117席，有機會來影響特首選舉。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區議會議員嘅選舉嘛，互全世界看做講，香港人民針對中國嘅北京政府表現出鮮明嘅立場。中鬥佇咧中權者抗議嘅人士有招募一場快速匯集嘅活動。 結果一個挖北京政府的議員，就是新民黨的葉劉淑儀主席照路經過，所以民眾團團圍住。目前上屆新的情形，咱來連線咱公視台人當佇咧香港的特派記者陳淑君。 是主播今仔伫香港的中環哦，有人發起佇選舉了第1場的快閃活動哦，伊要來聲援講，即嘛目前佫佇香港理工大學內底的示威者，現場氣氛是佫較輕鬆哦，有人佫摕香檳來請大家啉，因為今年的選舉哦，民主派得到真大的勝利，也毋過對這個民眾來講哦，伊嘛毋知未來安那，伊希望政府會當善意來回應因的5大訴求。Make you happy? Of course, of course. 人權法通過以後，這是第一個小勝利，然後這次的選舉就是第2個小勝利。但是我們的5大訴求一樣也要堅持，一樣還沒有一個訴求是達到的。你知道中共他不守信用的，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了，還有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孩子了。在快閃的
的过程中，有一位香港议员来到现场哦，现场的民众是袂讲菜，讲香港人有啥物对不起伊的所在，也毋过哦，伊即嘛是由防暴警察甲伊护送，要互伊离开现场，所以嘛，互这个游行的队伍是愈看愈长。对于香港民众来讲，经过5个多月的抗争，昨个选举会使讲是互因吐一口气哦。也毋过未来事件是要安怎收煞，佮有政府敢会善意来回应因的5大诉求哦。外界拢会观察。公视第一台记者陈淑君中国随伫香港的采访报道。感谢淑君，香港区议会选举哇民主派候选人大赢，这中间有一党民主党有派出99个人参加选举，摕到91席，是赢了上届功夫的一党，嘛是未来区议会第一大党。民主党的主席吴志伟当已经有上届新的回应，咱做伙来听看卖。我希望特区政府明白，如果他不把握今天这一次的民意的爆发，通过这个和平的手段去解决、去表达意见，然后还是一意孤行的话呢，我是非常担心，就会让在香港合理非变成没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呢，香港就会通过这个过程走向更多的冲突对立的状态。因此呢，我衷心的希望特区政府应该要了解到，他必须要回应5大诉求，必须要尽快的展开重组政府、重组警队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成立督导调查委员会，找到要负责的、要负上政治责任的官员。昨香港的选举头尾转票转15点钟，真侪投票所门口口人真是透早排到暗，投票率超过70%，表示讲大家拢真保守选举的权利。选举的结果有一个出来，有诶较支持民主派的选民嘛讲真欢喜，不过讲到讲政府敢有法度用善意来回答民众的心声，因嘛是讲无抱什么款的希望。艺术家张嘉丽出战跑马地，拍败连任加这届派出后生竞选的建制派的势力。知影选赢迄阵啊，支持者有人欢喜甲哭出来。对香港民众来讲，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运动这5个多月来全民公投的民意展现。对选举结果，有人真欢喜，有人嘛真烦恼。我好開心啊，覺得係啊，因為咁即係表達到對政府或者警察不滿咯，係咪？有一些意外吧，本人就是支持那个建制的，对。然后很多人走出来都投那个民主派，就看最后怎么了。有一点担心呢。你虽然开心，可是有一点担心。是啊。这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反民主派为原本只有3成，剩到9成，其中的建制派为原本的7成，剩到差不多1成。香港民众用因手中的选票要甲北京政府讲，因对现在社会不满，伊嘛用因手中的选票要甲北京政府讲，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绝对袂遐尼简单的放弃。虽然反民主派得到全面的胜利，也毋过有真侪香港民众对未来嘛是无法度乐观来期待。我还是认为他可能不会尊重民意，因为这已经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好多年以前已经有了，但是还是抱有一点点希望，有一线的希望他可以听一听民意了。以目前的选举结果来看，反民主派赢得真水，对2022年的香港特首选举确实会使发挥淡薄影响力。也毋过，针对目前反送中运动的5大诉求，香港政府敢会有善意的回应，佫需要观察。公视记者陈淑君中国随伫香港的采访报道。政治水分明，咱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罗南去出席中央研究院南部园区的基地第一研究大楼上梁的典礼。现场人直咧问起讲，香港地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蔡总统的看法是讲，香港人徛出来发声，咱就替因感觉真欢喜，嘛呼吁香港政府打着重视选举的结果。那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这个香港的人民愿意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然后参与一个民主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选举的结果被尊重。那也更希望香港可以继续加油，在持续的往民主的道路上来前进。那建制派呢，可以说一败涂地，民心向背非常清楚。如果以国民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来看，说他们的立场跟
香港的建制派一样啊，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民进党早起嘛宣布已经组织一项护国保台助选团，会将助选的猎头下伫咧市民5分的选举区。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嘛点讲，国民党部分区立委提名这件人，立场是和香港较晚北京政府的建制派是真相像。那在伊咧看这款讲法，一丝都无算超过。赖清德嘛望讲，伫咧护国保台这项大目标下底，坚定台湾的主权。明年选举上好会当和香港同款，拼互民主派大赢。立法院民进党的党团早起公布讲，因当要推动一部反渗透法，内容的草案写明讲，任何人拢袂当去接受按国外来敌对的势力指示、委托也是赞助，做出的影响选举的机智行动。若无食，极计会判到5档的有期徒。不过，国民党的党团是咧质问讲，顶礼拜中国的干涉王立强这个某人，才伫咧澳洲出面尔，即马讲要推动这部反渗透法，时机点敢袂讲有较敏感？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亲身调开记者会，公布反渗透法草案条文，主要是因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敢有，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才会提出草案，补足国安5法的不足，呼吁朝野做伙支持。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然后最主要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当然，最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主宪政的秩序。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草案明定，任何人袂当接受渗透台湾指示、委托也是资助、捐赠政治现金，或者是影响选举罢免公道行为，违反者相关的当处5档有期徒刑。但是顶礼拜六则标出中国间谍王立强去澳洲找找政治庇护事件，8一反渗透法草案的公布，时机真敏感，引发国民党团的质疑。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有个时间点，就这样子这么敏感的时间点来推这样子的法，其实会被全民所唾弃啊！反渗透法和所谓这个周末有关于这个澳洲这个问题完全是脱钩的，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增加这个11条，增加这个自首条款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民进党团强调，草案已经报告证据，而且无采登记制，是为着避免更加侪争议。不过，亲民党团总调李鸿钧是认为，修法应该爱更加定真。中国大陆介入，那就要处罚他。那美国介入嘞？修法的内容，修法就必须要有它的完整性嘛。我们不要担心，就是说今天提出来，到底修法来及来不及了哈？因为各位知道说届期不连续嘛，哈。对民进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时代力量表示支持，希望国亲两党莫反对。这个反渗透法草案按算礼拜四调开公听会，拜5送2套，要拼伫这个会期完成3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国政的团队早起公布，囡仔出世，国家要倒市到6岁的政策，讲幼囝的补助1年6万，一直会补到6岁足。3岁到4岁读书是免学费，预算1年当按起来都要570亿。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阁批评讲，蔡英文是咧操因这边的政策。伊阁讲，屏东要起高铁，预算一开就是500亿，假使讲摕来遮用，来照顾国家未来人才较有影。免有生育率总统参选人拢画出0岁到6岁国家市政策。韩国瑜国政顾问团队副手张善政25报告具体政策，不过开头先批评蔡英文抄袭。我们讲说那政策自己发想的能力是0分，但是抄袭人家的政策，然后赶快撒币，这是100分。520以后出生的小 baby，看他是第1胎或是第2胎以后，分别有3万跟6万的补助。我们不要用那屏东的那个蚊子防长线的高铁，我们用570亿搭建人才高铁。张善政画出明年韩国瑜当选5指控就任就开始实施，编列预算每年570亿来饲人才，临时开500亿起高铁延伸屏东案。韩国瑜团队画出育儿666政策，第一梯生育补助3万，第2梯补助6万。另外，养育费每个月5000，算来每年6万块一度补助到6岁。前教部长吴清基也画出，
国民义务教育为5岁开始，3岁、4岁免学费，公设3岁以下幼儿教育中心，加提悬私立幼儿园导师费2000块。国民教育向下延伸到5岁。 这是世界共同发展的一种趋势。另外，最近传出有中国间谍向澳洲政府承认，韩国瑜受中国政府上百万美金的捐钱。韩国瑜伫面册批评 NCC 是民进党随副组织，质疑 NCC 组织无尽职监督，要求公安局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咱话来讲，台北市柯文哲市长顶日来批评讲，本地挂伫咧国民党的不分区内底，买手去互新党提名做不分区第1名的区议，迄就哪像是共产党咧提名的同款。早起区议本人去到台北地检署控告柯市长，伊佫讲，若讲即款话正就是抹黑。啊，柯文哲是讲家己较老实，不过就是将正人的想法讲出嘴尔。 初一日人来台北地检署，新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区议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八月讲伊看起来就若像是共产党提名人选，因为柯文哲涉及诽谤，还佫有想要互人袂当选，违反选罢法的行为，决定讲要提告。自己被人家抹黑抹红，于是就反过头去对无辜者进行抹黑抹红，这样的行为。 让我对柯文哲大大的失望。区议认为柯文哲无正无忌的安尼空嘴保质，若是真正有要悔改，就私底下来回息咧。柯文哲今仔日早起出席动土典礼，听讲去互区议提告，笑讲伊敢若是较老实，讲出大家的心内话。交易这个就更有趣了，你一下子在国民党，一下子在新党，可以同时影响国民党跟新党的幕后老板，这个猜也猜得到啊，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只是。 讲出大家的想法嘛，我只是比较白目就讲出来这样而已。针对香港选举，范斌派是赢甲真水亏，柯文哲认为选举结果就是反映民意，呼吁北京政府爱老实面对香港的状况，解决问题。这选举结果很清楚嘛，就是香港的民心向背嘛。所以每次都呼吁北京政府要面对问题嘛，你不要老是说他是 CIA 在搞的，我跟你讲民心向背还是很清楚的。除了继续暗示中共想要干涉台湾大选，柯文哲嘛爱民进党，莫干那会晓用讲的，爱真正有作为。另外，柯文哲嘛搁一届上尊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而且搁袂歹听话，看起来可能搁会引起别个风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先来看苗栗后人的海保狗的沙埔。昨日早起有民众发觉讲，一只海猪啊，收甲去吊伫咧埔仔顶，已经无开了。经过专家探查落去，证实讲，迄只是将近要断种的乌牛啊。虽然外观看到是无啥伤痕，不过就要进一步确定死亡的原因。海巡人员嘛讲，海底动物啊，伫咧迄角位啊，海保看沙，这只已经是第3只了。沙埔顶出现一只海猪，海巡人员会同专家去现场发现，这只扩大的海猪体型差不多2公尺，身躯已经浮肿，初步研判已经死一段时间。金屯协会的人员去现场判断，是真罕见的乌牛啊。通报已死亡鲸豚于后龙镇海保沟岸际沙滩，海巡署外埔安检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确认查看。23早起10点外，有民众通报地苗栗后龙的海保沟海堡有海猪仔扩大。海巡署安检所通报中华鲸豚协会，确定是特别绝种的乌牛啊。专家初步研判无外伤，胃内底嘛有食食，是一只成年海猪。苗栗后龙的海保沟海堡，这个月初1嘛发现有一只石龟死亡，月中佫发现另外一只石龟，日佫发现这只保育类的乌牛啊，扩大的地点差无50公尺。鲸豚协会初步排除甲海上风机有关系。风机它的所在地方水深大概在23到30之间。那江豚生活的水域其实是更远一点。江豚来说，这个地方既不是它的栖地，它也不会经常在这儿出现。鲸豚协会表示，因为活动的海域深度无同，当地嘛不是海猪也是石龟的栖地，有可能是因为季节在转换，还是气候的因素造成的。虽然秋冬在变换的时阵常常看到，但是死因阁要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台湾四边拢是海，不过现部国家咧用的研究海洋的船只已经服务20-30吨，新型的设备嘛拢真不足。唔只会当科技部投入16亿，委托台湾造船公司生产3只新型的海洋研究船，早起编号或者新海燕2号甲3号，这2只新船正式点交予科技部了。
一下子我们提升到800吨级，所以它整个吨位的提升，可以让我们科学研究团队它跨领域上传的机会跟合作机会也大很多。可以在近海当天或者是1、2个礼拜呢，都可以用这些这几艘海1、2、3可以负责。船是越小越难造，越大越好造。最新的这种状态，譬如说加了这个海上的这种保持平衡的这个陀螺仪啦，哈，然后这个撤离的设备啦，哈，然后把一些现在学界所需要的那些高阶的研究声纳设备什么，全部把它安装进去了。台船公司的郑文良董事长指出讲，欢喜已经有1摆制造海洋研究船的经验，此去伊嘛通好去因国外研究船设计和生产委托的订单。这站发展对台湾的海洋事务来讲，嘛是全新的一坎。今日交船的新海燕2号、3号是800吨级的船型，长度有45公尺，船顶一来包含具体采验海水的设备。二来，佫通真准确量出海下底的地形，佫有锁定水底目标，佮伫咧海面顶头定位这技术。这2只船是会交代予海洋大学和中山大学来管理。尾手佫有一只要委托台湾大学管理的新海燕1号，按算是明年初会当验收。有影啦，无论做倒一道，第一要紧就是品质。云林的高丽菜顶阵大出，因为天气反冷，这批收起来的菜一粒一粒都真青甜。现时产地1公斤是差不多伫咧12。农委会今年头一摆甲高丽菜卖去对越南去，现此时伫咧越南乌志明市的超级市场内底已经拢看会到了。农粮署嘛表示讲，目前已经接到10货柜180吨的订单。农调人员当时真无闲，要将这高丽菜外销出国，因为目前云林的高丽菜当咧大出，品质悬，产量阁济，产地高丽菜价销10公斤大约是12块。咱国农粮署为着要稳定产销，是头一摆决定要将这高丽菜销去越南。我们的预冷设备、真空预冷的设施，让我们的保存期限能够延长，所以它的新鲜度、它的这个鲜脆度、它的甜度以及口感等等各方面都非常适合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消费者的这个口感。农粮署表示，往年的高丽菜主要是外销去日本，不过这期的高丽菜品质好，比越南当地更加好食。经过降温保存，阁会当放1个月这么久。这个月月中已经有第一批高丽菜伫越南就市，消费者的反应普遍拢真好。那越南的话，当地的市场的行情大概是台币7块到8块。那我们目前菜到了越南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卖到11块，将近12块这样。那我们认为未来有信心可以把我们这个蔬菜的价格到那边能够拉到大概是15块左右。云林在地农产公司表示，越南的高丽菜毛销来台湾，不过因为越南的天气较热，大部分拢是用伫食品的加工较济。台湾高丽菜赢伫口感，虽然价销较悬，也是销了真好。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10柜，差不多是180吨的订单，希望透过外销保护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10月南方澳大桥桥断，不过早起立法院伫咧审查港务公司的预算，竟然去互立委发觉讲，明年还阁有偏500万要移持要修复这板桥。但立法委员就批评讲，桥都断啊，阁偏这个项目有影是莫名其妙。另外人嘛问起，因为桥断要处分的人员名单刚有列出来啊。港务公司的代理董事长黄玉林证实讲，顶礼拜5名单已经有交去到交通部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再去审查港务公司明年度预算，专项发现港务公司伫咧明年度经费当中编列500万来维护南方澳大桥，但是大桥早伫咧10月份就断去，立委质疑这条预算莫名其妙全部汰掉。如果你早一年编，你去年就编这样的维护费用，是不是就可以？也许有机会就可以避免掉这个悲剧啊！这不是莫名其妙吗？你桥都断了，你现在编这个预算进来干嘛？去年的部分就编，那今年的3月就正式把它编入了，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真的是没有执行的必要，我们同意来删500万。港务公司代理董事长黄玉林嘛证实，断桥检讨报告含建议停出名单，顶礼拜5已经送出去，停报交通部，会对所记在1当前第一线和相关的督导人员名单无排除总经理顶级的人员，但是最后停出结果由交通部定夺。有关的这个主管，包括第一线负责的主管，
二线督导的、直接督导、间接的主管，都在他们的建议之中。温国林表示，这份调查报告是由交通部行政署和人事处会同干部公司做伙完成的。历年来大桥管理权责的转换时间点拢达一检讨，比第一版的调查报告较完整，会由交通部核定了后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早起公布11月景气动向的调查报告。这内底制造业和服务业顶月日判断起来，景气拢有较弱。营造甲建筑这款行业是有较弱，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屋贷款的利息一再降低，阁有一寡角头新起的换厝一直咧落成咧交厝来锁定。台湾经济研究院这边嘛估计讲，明年经济成长率比较今年还阁会阁较好。台经院公布10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和服务业拢比顶个月下降，但是营建业颠倒是起悬。台经院指出，是因为房贷利率继续探底，嘛反映出市场资金充沛。虽然总统大选了后，市场会观望未来政府的态度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但是整体来讲，明年经济成长率有估会比今年较好。就是预估今年2.4，明年会有2.45哦。那我们认为明年还是会比今年好。事实上，包括我们友好智库、中经院也是这样。那主计总数更不用讲，而且主计总数的数据更乐观，2.58。那是服务业方面，台经院指出，消费双十连假带动民众出去佚佗消费，搁再加上百岁周年庆，对业绩拢有帮助。但是零售业对未来半冬景气的看法，嘛是偏向保守。针对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1冬半，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是伫反应表示，资本有估全球经济和贸易拢会衰退，但是台湾伫咧亚洲输销量当中表现相对较好。本来预期说中美贸易大战那会呈现一个衰退，可是从上市柜的营收跟获利的表现，我只是在说明，就是说去年的第3季以前，事实上是很高。另外，针对指数编纂公司 MSCI 上新的权重调整，台股权重会被调降，有估会有代表上百亿被动资金流出来。对这点，顾立雄是表示，外资嘛是对台股有兴趣，目前影响阁无大。记者综合报道。人要赚大钱，第一就是要先求保平安。非洲中部的肯果民主共和国，伫咧11月24礼拜日发生飞机失事的意外。一只载18个人客和2个工作人员的小只飞机，单起飞无偌久，引擎就故障，雪石对人的厝顶袂流落去，连带飞机顶的人客和徛家厝内底民众，计共尚无27、8个人不幸丧失性命。伫咧飞机摔落来现场，飞机师甲去用拢甲密密麻麻的字体，也搁伫庆烟。警消人员甲赶来现场斗相共的民众，拿拼现场，那甲小甲臭灰袋罹难者遗体搬离开。Niliona tuko hapa kulalika huku Ngandamwa wanaitaka lalika, tulikuwa ni mabanduku wangu, kisha tunaona avion iko hapa yulu inaanza geuka, inafaa trua tu pale mutrua tu, nikaona tu mamushi inaanza toka, ndio tukakimbia. Sasa tunakimbia, avion inaangukia yulu ya nyumba, ndio vile tuliona. 失事的飞人机算是多尼尔228系列，上早伫咧1980年代初期是德国厂商制造的，了后từ2010年开始，随随业者得到制作权。为民这只日本新中央航空的班机，就是上新的机型。若是刚过失事的这只，算是机龄超过35吨以上的巨型。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讲法，因阁听到机师伫咧驾驶舱大声向外界发救人的声音。 Anaanza lia aide-moi, mais il n'y a pas moyen que tu avances pale parce que kulikuwa moto ya mingi sana. Ndio tukakata tio ya mai, ndio tunaanza renforcer. Minute kidogo ile gari ya meri inafika juu ya kurenforcer mai. Ndio vile wenyewe niliona.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用的消息来源指出，飞人机起飞了后，就传出讲引擎有问题，不过详细事故原因也该调查。BBC 的报道佫讲，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单位针对民航机的安检，还有维修的标准是真力，指出全国的飞安记录真歹。后面佫因为安尼下令，变然是刚果航空业者来飞人机全部袂当入来后面的空隙。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来看昨发生的国际大消息，美国纽约市前任的市长，嘛是同美国排名第8好野的 Michael Rubens Bloomberg，11月24就是昨伫咧网络宣布讲要正式落去争取明年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初选。目前离因党内头一场党员的投票，敢若剩较无3月日尔。Bloomberg 话讲要选，是增加这局总统的初选大大的变数。
77岁麦克彭博伫争取总统大会的声明中表示，伊要拍败川普重建美国。彭博表示，胜负真重要，民主党一定要赢这场大选。二个首席政治顾问沃夫森前一天伫声明中指出，彭博竞选期间未接受捐钱或者是政治现金，而且若是当选总统也未提薪水。彭博伫民主党阵营内底政治光谱，甲前副总统拜登同款属于温和派。富比士杂志的资料显示，彭博总资产544亿美金，是全美国排名第8大的超级好野人，全球10大好野人之一。这个月初，彭博讲出有意参选的消息时，马上就提1亿美金经费，伫亚利桑那、密西根、宾夕法尼亚加威斯康星4个州进行大规模反川普网络广告宣传。And if he did, I'd be happy. There is nobody I'd rather run against than little Michael. That I can tell you. 目前伫2月初3伫爱荷华州登记的党员投票只剩无甲3个月时间，党内其他17位对手拢经营几个月。彭博这时阵才投入才起步，实在是伤晚。对此，彭博阵营计划采取非正规的策略，就是直接跳过2月初4州初选，将全部筹码投注伫3月初3的俗称超级礼拜2的初选。美国政治史上也无总统候选人以这种方式赢得党内提名战。另外一方面，这位伫全球69个国家，请19000名员工的媒体大好野人。如今投新选举也引起利益冲突的质疑。彭博社的总编辑米克斯维特74以声明表示，彭博竞选期间未对伊或者是其他民主党对手进行调查报道。编辑部的彭博观点也未发表无出示名字的社论，一切套用彭博竞选市长时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备啊，咱来讲类固醇这款药啊，虽然是压制发炎，不过若用伫咧目睭这方面，就要真斟酌。等到幼囡仔去看眼科，听医生吩咐讲，开始就点内底有包含类固醇的目药水，结果连续2冬过，因为拢无搁带转去追踪眼内压力，好甲险险的失明。高雄中坑病院眼科的医师就提醒讲，点这款药水结果2礼拜，就要倒转去找先生追踪，尤其是幼囡仔，佮有近视特别较重的患者，拢要斟酌注意。伫眼科内底，囡仔人点药水追踪视力，还佫有人因为目睭过敏来看诊。有当阵医生会看你的镜头来开这种号做美国仙丹，也就是类固醇的目药水。这款的药水会当治疗过敏、结膜炎等等的镜头，毋过要使用时阵爱真细致，因为囡仔甲重度近视的民众，若是长期使用，会致使眼压伤过悬，可能有后遗症。像讲一个9岁查某囡仔，就因为2年来长期使用类固醇的目药水，却无追踪眼压，就会倒眼失明。儿童还有高度近视的患者，还是有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他在使用这个类固醇的眼药水的时候呢，眼压也比较容易会上升，对我们这个眼球的这个视神经产生一些压迫。那久了之后呢，就变成视神经就受伤。医生讲，囡仔人本身眼压就较会悬，点类固醇的目药水就要特别小心。虽讲开药的时阵会主动提醒，毋过家长嘛爱注意，使用这款的目药水的时间上长，唔通超过2礼拜。若是讲镜头要是无改善，建议赶紧回诊给医生检测。类固醇有的有，对，就是怕小孩子点了会影响他的眼睛啊。成分我会看啊，对啊。真侪家长拢讲会特别注意药品的成分，嘛会尽量要求唔通开这种类固醇的目药水。毋过医师认为，唔通因为惊讲出代志就不爱点，若是会当照建议的一天一改，或者是使用的日期唔通超过2礼拜就会使。若是像过敏性的目睭疾病，嘛会当考虑其他药来代替，或者是有病来减轻无爽快的镜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公司台语台新闻咧，甲咱报讲，若点迄个内底有包含类固醇的目药水，就爱直接带转去互先生追踪。讲究讲眼内压力敢会过头重。国政想着讲有真侪俗语话，甲目睭有关系。毋若讲敢若甲目睭有关系，甚至甲目药水干都有关系，你敢要信？有啦，大先咱先来讲一句俏谈，讲笑话，讲世间有影着目药管啊上世间。这是讲话音的啦，你嘛知影讲，毋是真正要讲目药管啊，毋是，是要讲吼，得大细支管啊、豆油管啊，还是汽油管啊，还是目药管啊，目药管啊上界世间啦。毋过话音要讲世间的代志，
因为世间的代志要看会了袂尽，你咧感慨讲，哦，还有遮稀罕的代志，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咱就听我用一句：世间就目药馆啊，上世间呐。讲话音的，但是要表示讲世间无奇不有，所以你唔免感觉讲着惊，唔免感觉讲稀罕。毋则英语嘛一句话咧讲，日头照到下底，无啥物新鲜的代志啦，真平常啦。啥物款代志，世间演过，拢捌经过啦。啊，尤其若讲到甲目睭有牵连的俗语话，嘛有真侪少俗语咧提醒咱人生的道理。国情搁来讲一句，讲吼，咱做人毋通目睭看到鬼，啊骹骨去打着火。这就是表示讲，人毋通贪小利，干那看讲我目睭前，即块果遮大地，春手免呢，毋知影讲下过迄个骹底会去打着火。毋则永早咱有一句俗语，早前前辈拢咧甲咱提醒。讲贪小利就会误大事，啊，要安怎样？才会警觉家己？要安怎样才会提醒家己？讲毋通目睭看到鬼，骹骨去打着火，无别项啦。就是讲咱做人，都爱社会尽量甲人经验，好歹大咱会晓看。啥物代志，经一事就忠一智，藏伫咧心肝内，咱就会晓学习。毋则，原来有一句俗语，无听讲你较罕咧听，国情讲出来，甲你互相研究。即句8字尔。讲或者奸恶的眼光，秀才的文章。奸恶的眼光，就是讲奸恶咧行搭，第一就是处眼光。别说敢若啥，别说敢若讲到读册的人，秀才就是处文章共款。尤其你若定定社会上各种的经验，你行了久，各种复杂的代志你经验了深，你就袂安尼甲人斤计较。搁有另外一句俗语话，就是咧讲即种道理，讲或者流水无毒，流人无恶。煞毋知影讲。你无论讲去到倒位，尽量甲人留，尽量甲人暖，咱就袂心肝头夹一个夹。水伫咧流，袂讲即死水，就袂生歹物啊，就袂讲会产生毒素啦。啊，江湖伫咧行嘛共款，社会咧甲人溜一个头，留人无恶。因为人要计较，人要争取，人踮遐要甲你烧钱的时阵，你讲我莫甲你烧钱，我退出就好，我甘愿讲即溪无鱼，别溪钓。流水无毒，流人无恶。即句俗语话，原来甲大家互相探讨，是讲有真侪人有影江湖咧行，甲人安尼大声咧喊话，甚至酒安那大个啉，这对身体原来无好哦。国政过来要来报道讲，头壳甲颔棍即个范围的癌症，是咱国内男性上常发生的癌症，排伫咧第4坎的，包含喙口、包含咽喉这个所在，一年当就2900几个人伫咧即款癌症顶头升长去。啊，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将近一半的国民体内拢缺欠有法度代谢酒精的 ALDH 这款基因，因为安尼生得到头壳甲颔棍这个范围的癌症，风险是会增加袂少。岁末年中，未少人赶场食买鸡，总是免不了会啉烧酒。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若是人体先天有基因的缺陷，佮再加上逐礼拜有啉烧酒的习惯，建摆啉烧酒的量，像讲比如350cc、红酒150cc、高酒45cc 的人，会增加头壳和颔棍着癌的风险。那乙醛呢？它会造成 DNA 的破坏。那我们都知道 DNA 呢 ，DNA 要是被破坏呢，可能就会导致癌变。国卫院研究团队表示，啉烧酒所产生的乙醛是一级致癌物，当酒精入人体了后，会先由乙醇去青酶 ADH 代谢做乙醛，再由乙醛去青酶 ALDH 代谢做醋酸。一旦 ALDH2 基因产生变异或者是缺损，除了会互人啉烧酒了后较会面红、心肝头皮泡菜，嘛会互乙醛累积伫体内增加着癌的风险，尤其会咽癌的风险会增加19倍，上界明显。一般喝酒习惯都是以大口喝酒，或者是直接吞就灌到喉咙去比较多，就是说习惯上比较少说含在嘴巴里面很久的时间，所以通常你曝入的时间，当然在口腔里面曝入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但是直接到喉咙下咽曝出来大概比较多。另外研究嘛发现，除了颔棍和头壳的癌之外，啉烧酒嘛增加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鳞癌的风险，因为有将近半数的个人体内欠缺乙醛去青酶功能。研究团队希望透过这项研究成果，呼吁个人较莫啉烧酒，为家己的健康把关。记者综合报道。爱食酒的人上爱讲一句：海龙王无咧吸水。
不过家庭用水济少和桃园市的市民真有牵连哦。台北市和新北市担粪扫的费用是拢用卖粪扫袋啊伫咧扣，不过隔壁的桃园市到担也阁是兑水钱咧收。担到桃园市议员认为讲，照台北市和新北市的扣法嘛真合理，呼吁桃园市公所、桃园市政府都要赶紧对咧实施。不过桃园市的环保局经过评估，宣布讲暂时也无要改变。各种的塑胶袋啊，全部拼入粪扫车内底。桃园粪扫随水费征收，按过议员认为，随地征收一定爱做。除了先进国家以外，双北市市粪扫随地征收真侪年成效袂歹，而且收费也是真公平甲合理。这个水业征收，我们付的钱比我们买垃圾袋还贵还多。像台北市、新北市啊，他们每户要付1300，变成390元。议员指出，新北市实施粪扫费，随地征收了后，不止每户交的粪扫费变少，每工的粪扫量也为差不多2500吨降到1500吨，资源回收率由30%提悬到57%。反倒转来看桃园交界所在，也会出现新北市民换区拼粪扫情形，呼吁桃园对咧实施。持续推动民众来配合资源回收、源头减量一个工作来讲，那再加上所谓的一个破袋检查稽查的一个落实来讲，事实上我们一样可以达到相当的一个成效。环保局表示，双北为随水费征收改为随地啊征收了后，税收减少几啊亿。虽然粪扫量降低，不过废弃物处理预算却每年增加，也出现粪扫袋中装粪扫袋的情形。经过评估，目前议员已加强粪扫分类甲随水费征收程度处理费，暂时无要做随地征收。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南回铁路顶头有一搭多良火车头，人拢讲这是台湾上界水的火车头，因为徛伫咧遮就看会到规片的太平洋，当然嘛有火车会驶透过迷人海景的头前面。本地的车头边，乡公所有设计为咧防排弹。不过近来弹啊刷走，风扫线嘛扭起来，人就批评讲，安尼安排都去算到美丽的景致里。但乡公所是讲，近来这施工若完成，原本的美景就会搁再复原了。火车通过多良车头，经过列车，佮加上超级水的海景，互伫遮等待游客拢相真翕相。南回铁路多良站伫咧10年前废站，毋过煞变做观光景点。即马是游客上爱翕相登开风景区，毋过有游客发现，伫车头门口沿路行到观景平台，原本设立档区，即马店头拢刷走，而且佮有风扫线，而且变甲真垃圾，互上水的车头变歹啊！其实还蛮遗憾的啦，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这样拍照比较没有人。这样看出是很漂亮，可是因为这边在维修，可能就比较可惜。管理档区的太麻里乡公所表示，多良车头变做观光景点了后，乡公所伫咧边仔公有地规划做档区，毋过使用真侪年，建筑物会漏水，外观的铁架嘛生銎。这个月用30多万要来进行整修，下个月10个完工了后，就会恢复最原本的模样。我们只要把这个部分去改善，那台湾区他们进驻的话，因为设施有改善了，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一些装潢啊、布置啊。有游客认为，其实施工期间嘛会当兼顾外观，会当用彩绘围篱来代替风扫线，降低甲4颗围啊美丽景致无协调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少年家出外打拼，农村只剩顶沿的。这个时代，一个人咧大的比例嘛愈来愈悬。当屏东、嘉东的农会结合真侪好意的志工，当伫咧推动幸福农村的计划，招落大人行出门做伙食、做伙学，互相交流嘛，互相做伴。现代社会因为农村的人口老化，地区愈来愈侪老大人拢是家己留伫庄脚伫生活。为着让这寡老大人通出来行行咧，联络感情，屏东的嘉东乡农会特别推动幸福农村计划。现在在提倡环保，那也因为那蝶谷巴特上面有一些花卉的采样，我们也针对美观艺术欣赏，然后同时达到手眼协调。农会家政班的志工筹备各种的课程和活动，招社区的士大人同齐来参加，佮用在地文化做主题设计课程，互老大人唔但会使出来行打，嘛通培养艺术感。让我们有以后呢要出去的时候做个环保袋可以装东西。请老师来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对身体很健康。很好，学到什么？学到很多东西，
每个礼拜都做不一样的那个东西。家政班佫会用地方的特色和文化来煮食，唔那展现志工的好手艺，是大人嘛会使和因同齐食饭，互相交流，互大家关系佫较密。我们也针对了我们客家文化的料理去做一些传承的交流，那也邀请了当地的志工来作为烹饪料理的技巧的一些互相的帮忙。透过推动幸福农村计划，互地方的农会通发挥愈侪价值，嘛互偏僻的农村增加佫较侪幸福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老大人，讲到要去大卖场买米，对一般人来讲是真简单。不过对已经失智的老大人来讲，是不哩啊艰难的挑战。来看中华永安诊所和基金会合作，安排失智的这时代去踅大卖场，看到趣味嘛，互感觉留啊唔甘，主要就是要互因尽量复健。爸啊、妈厝赶菜篮，佮塞一只车，按照清单的指示，斟酌地姜饼、控泉水、汤啊、米种种物件。这时代因为得到失智的镜头，真久无去到店头高官，当有通踅大卖场，大家拢欢头喜面。他很高兴，说很久没有来逛了，嘿。有欢喜不？有高兴哦。很高兴。高兴哦，怎么高兴？有想要买什么吗？今天你要买什么？你要买什么？买好吃的东西。这是中华永安医生馆甲大卖场合作办的活动，邀请41个会社平均册有78岁的长辈踅大卖场。时代就照指令，伫时间内底将物件拣好势，摕去结束，才算完成任务。希望可安尼活动，互长辈叮当头壳，甲生活的自信找到回来。最主要就是能够出来，不要在家里，能够出来。能够跟这个社会互动，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这样就能够延缓一个失能失智。有那个什么步标，如果说长辈忘了带这个载具的时候，你步标一扫下来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可以去看到我们的失智长辈他的现在在哪里。活动唔那互老大人有通出来行行咧，振动身躯。加上嘛会当伫现场申请一款合作守护 BB 扣的机台，机台有架 QR code， 若阵长辈行唔知路，时势会当靠守护 BB 扣知影时代的兴风，顾全老大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时势咧变迁，咱来讲50年前，台湾的甘草的产业是真兴，尤其台中、大甲甘草因为产量大、品质阁好，人讲这叫做甘草的故乡。大家伫咧评甘草的专家郑满足老师，到当已经将这手技艺传予100外的学生，就是望讲伊这门的功夫会当继续传落去。甲笑草一条一条高干来来回回编出一面，笑草伫咧郑满足老师的手中，袂输咧跳舞共款，一下仔就变做是时行的帽仔、幼路的茶仔，就连平常时食会到的土豆、路边看会到的营养，拢是伊创作的题材。我那个龙眼是在我们隔壁机车行，它有种一棵，然后我就从那边经过，这个龙眼也可以做哦。台中大甲的笑草名声是淌四海，因为永春才是笑草的重要产地，所以也有人叫伊大甲草。伊真润，也阁真有春秋，拍打了后，阁有特别的清芳，唔但会使吸湿气、除草，阁会使散热，唔惊拍。用愈久，笑草的质感是愈好。因为这个令草是阮大甲三宝之一，所以我就认真学咧哦，来教别人，一直传承下去。永摆伫迄个家庭大工拼经济的年代，真侪妇女拢靠编笑草斗趁钱。郑满足老师即阵已经收超过100个学生，伊要继续把这项国宝级的传统技艺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历史，无定真侪人拢会感觉讲有影较严肃。毋过咱台湾有一个专门咧写历史的网站，内容真活泼，一鋪一鋪的故事拢写甲有头有尾，互历史读着是真趣味。永暗9點，公视台台湾新眼界節目，咱來邀請這個歷史網站的創辦人涂宏文先生，詳細紹介伊的用心甲拍拼。涂宏文本科就是讀歷史，因為介意寫作，一開始佇網絡分享文章，想袂到竟然引起熱烈的討論。我迄陣完全無想創業，還是攏要趁錢啊，是安怎？就是想講一個興趣安尼。
也是差不多做一年外，就想讲，其实嘛真忝，想讲要怎么样永续经营下去，开始想讲嘛是要想一块办法来讲那要有一些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开始找合作的对象，邀请大家做伙来写文章。现在网络的社群经理和玉红，所起初甲杜丰文有接触，是因为伫网络分享少人知影的知识。迄当阵写的人知识差不多嘛，真侪是甲历史有关系，但是嘛有真侪是甲台湾历史有关系的人知识啊，所以嘛真侪人感觉真趣味，所以甲故事又讲嘟嘟号有相关，所以就这样子到这里面来写人知识。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用轻松的方式讲故事给大家听。美台所推出的内容，唔但补充台湾各世代无读过历史，嘛互历史充满趣味。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今仔日的拍拼，就是咧甲明仔载写历史。咱台湾头一个国际认证的查某的野球裁判员刘碧君小姐，伊也是《通灵少女》这出真出名的电视连续剧真人实事的主角。今年伊摕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女性羽运动的国际大奖。刘小姐讲，早前咧接受裁判的训练迄当阵，都因为身为女性，捌遭遇真侪无平等的态度。加在讲有坚持，才有今仔日的结果。尤其也真感谢有真侪贵人，一直拢伫咧甲伊斗相共。徛伫保州的后壁判好歹球，计40足。经着规所的裁判护具，伊是台湾第一位女裁判刘碧君。想到当初报名棒球裁判讲习的时阵，有先摆甲抗体，伊才体会到棒球场顶两性的无平等。想要做裁判就要先实习，不过刘碧君拢无机会。一般人只要一个月，伊是开了1年，还佫因为是女性，互人呛声。我记得在有一次雅思大赛的时候，我担任翻译，然后我就在裁判室里面一样被斥喝说：“你女的，你不要摸球。”对，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因为我说我是国家 A 级裁判，然后我到美国职业裁判学校拿到证书了。好佳在这一路行来，除了伊家己的坚持，也佫真侪贵人斗相共，先去澳洲做全国女子棒球赛裁判，也佫得到赞助，去美国大联盟指定的2间职业棒球裁判学校受训，得到证照。2020年徛上世界杯舞台，成做台湾第一位国际棒球女裁判。今年亚锦赛以后上场执法。那其实真的很激动，就是很想要说，你给我们机会，其实女性也是有这个执法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再看很多国际赛事，像日本啊、韩国、委内瑞拉也都有很多女性的棒球裁判。其实真的给我们机会，我们有能力，然后我们会学习跟成长。因为爱棒球，想要和辛苦练球的球员有一场公平的比赛，刘碧君行上棒球裁判这条路，这么伊积极伫咧推广女子棒球，希望台湾的国球要另外一半的人口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万项第一要紧，就是要有兴趣。咱来讲，云林北港北神国校内底有老师运用下课的时间带社团，甲有兴趣的学生囡仔画艋舺，对趣味的红仔图中间研究画图的技巧。但真侪学生嘛拢感觉真欢喜，会用伫咧学校和同学做伙来画趣味的艋舺。摕粉笔伫咧黑板画出艋舺内底的角色，大概学生囡仔大家是拢真专心，对老师的脚步伫咧学画。这是北港北新国小的艋舺社团，上课的老师毋是别人，就是学校内底兴画艋舺的人。他们可以从模仿之中，然后变成说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角色。这个如果是可以画插图，我觉得可以画插图的小孩子是蛮幸福的。他们可以从生活中呢，可以把他们的心情用一些图把它画出来。老师把时间和学生斗阵研究艋舺，带因熟悉艋舺的历史，也和因斗阵交流。学生认真模仿，一笔一笔，把角色的表情掌握得真好。非常开心，可以跟同学一起画画，画了动画里面的人物。特别喜欢什么？东京喰种，不同的肢体动作，或者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每次都会就是准备很多图，这样子去准备。学校老师斗带社团，让囡仔唔免开钱去上在家课，也会使伫咧学校和老师甲朋友斗阵画艋舺，让校园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记者综合报道。
咱赶紧来关心各地头气温的变化。北部20度到25度，中部23度到29度，南部24度到30度。东部20度到27度，金马平湖17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